科学啊是严谨的，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支撑。我们现在这样两边同时研究，既费时又费力。夏院长，东升的伤怎么样了？啊，张局长，你放心，开始的时候缺血，是白慧护士和魏公安安排献的血，我估计应该是受到了重物的撞击，后续还得进行进一步的检查。好，那你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跟我说。好的。童斌啊，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体内还有你小子的血了。队长，只要你能站起来，把抽干了都行。臭小子！老师来了。队长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儿。有事的话，我还能睁着眼睛跟你说话吗？行了行了，陈队长，少说话，好好休息。谢谢夏院长。谢谢夏院长。刚才昏迷的时候，感觉我回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，那一仗打的昏天黑地的。你给我少说两句吧。红梅啊，车间调查的怎么样了？可以确定，一定是有人动了手脚，在钢丝绳插扣上。不过，现在调查的范围太大，因为车间的每一个人都会弄钢丝绳插扣，所以我们现在还在逐一排查，有难度。排查的时候你要注意方式方法，不能打击工人的积极性，搞得人人自危。是，老师。看来厂里不只有一个李光明，肯定还有别人隐藏在这个工厂里。这个时候专项组如果没有负责人的话，肯定是不行的。这样吧，红梅，你就暂时担任专项组的队长吧。东升，你觉得呢？我同意。保证完成任务。红梅，你看这个脚印。有人从这进来过。所有的窗户都封得好好的，只有这一扇有松动过的痕迹。红梅，你看这个窗户的保护栏也被人故意拿下来了。红梅，我们找到一个证物，这是插钢丝绳的签子，上面有的氧化痕迹已经被抹去了，这表示这2天有人使用过。能不能查到这是谁的？这东西是公共物品，任何人都可以使用，而且上面的指纹已经被刻意抹去了。看来如你所说，这是有人故意为之。那这下可就麻烦了。从现在的信息判断，这个插钢丝绳的人手法极其娴熟。我相信车间里不是所有人都能办得到，从这里试试，找突破口。没问题。另外，调查一下每个人的活动时间和轨迹。是。张护士，我这骨折干嘛要打点滴啊？这是医生开的药，你得听医生的。我们都是按照高标准给你的医护待遇，你救了工友，算是我们厂的英雄了。哎，当时情况紧急，我也没想那么多。喝点水吧，放这儿了。谢谢啊。看着点，药要是没的话，记得喊我们拔针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谢谢。雪狼还汇报，飞狐跟蚯蚓制造了一起车间意外，暗杀楚怀秋，但失败了。主任，我怎么不知道在卢门还有一个叫飞狐的外戚存在？你还记得南山训练班吗？那是很早之前的事了。这就叫早年布下险子一枚，没想到如今起了大用。哎，鬼校那边怎么样了？以前都是壁虎跟鬼校接触，现在壁虎殉职，如果雪狼再不出面，恐怕我们很难劝鬼校出山。要不要安排他们见一面，打消他的疑虑？不到万不得已，雪狼绝不能暴露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在龙门人手有限，
能否完全盘活鬼霄这枚棋子，至关重要。是。还有就是你告诉雪狼，不要动不动就杀人啊！啊！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？是彻底解决水滴工程。杀一个人有用吗？还有可能会暴露自己。啊，是。去吧。哎呀，杀什么人啊？白大夫，今天出诊啊！上次你给我的药非常好啊，回头我再给你开点。行，那你忙着啊。好。哎，你还真敢来找我。今天只给您送药，不收您钱。哦，对了，这里有专门留给您的东西，都放在里面了。哦，对了，光等我下次来拿。啊。我说怎么找不着你呢？原来跑这儿来了。我说你刚献完血也不好好休息，不是，这些活葛主任不都安排给张玲了吗？他又躲哪儿清闲去了？白护士，你献血了？可不是吗？你别一整天把献血挂嘴边儿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。哎，白护士，那你不用照顾我了，我打完这瓶点滴就没事了。你快去休息吧，快去。哎，这医嘱上写的是3瓶药啊，张玲怎么说是2瓶？张护士说是2瓶，我听得很清楚。啊，少配了1瓶。这个张玲，哼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不能乱动啊！哎，我伤的是手臂，又不是身体。那也得需要静养。哦，好，静养。宁师傅，你们聊，我再给他多拿1瓶药。好嘞。慢走啊！快，走。小报告，别说护士长的事儿，你没动心。
会儿话。这个结果算了。哟，您不是支持大洋的理论吗？跑这儿来跟我们研究什么呀？我是支持大洋的观点，可是他那脑子啊，就是台超级计算机，我也帮不上忙。你要是当了护士长，一旦有人借题发挥，拿这件事情说三道四，这个护士长你还怎么当啊？这有什么可借题发挥的？杜芳现在还在公安局配合调查，我当时去的时候，他告诉我这件事情是你在背后指使他做的。你拿杜芳威胁我，如果是我干的，我现在还能站在你对面吗？我的张玲姐呀，你现在之所以能站在我对面，是因为我拦住杜芳，没让她捅出来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么多，无非就是你想当这个护士长呗。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我想不想当护士长的问题，而是你能不能当护士长的问题。你想啊，一旦你当上这个护士长，你就会成为众矢之的，你很难服众，他们会想尽办法整垮你，到时候万一翻出什么旧账来，那就不是当不当护士长的事儿了，厂医院你都待不住。如果我当不了，谁还有这个资格？罗珊珊啊。哎，大家伙，你们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了？哎，来吧。今天什么日子呀？哦，没注意。哦，怎么样？有点眉目没？现在啊，全都排查了一遍。咱们厂呢，能熟练插这种钢丝绳的人呢，一共是16个，有7个呀是咱们原厂的职工，剩下的呀都是外省外地调来的。看了他们的档案，都清清楚楚的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就是啊，档案有问题，也别想进咱们05研究所。滕斌，调装的孙大宝和赵晓峰调查的怎么样？查了，赵晓峰是刚到咱们厂不到1年的新工人，他是孙大宝的徒弟。那个钢丝绳呢，就是孙大宝选的，但他选的时候，他只注意到了钢丝绳的粗细，忽略了钢丝绳插扣这一重要环节。这已经是工作中的严重失职，已经被停职审查，等候处理了。但是经过我们调查，这俩人呢，第一不会插钢丝绳，第二，孙大宝在工作中一直兢兢业业、任劳任怨，没有任何作案动机。专家组那边现在状态怎么样？哦，我看他们正在会战，灯火通明，也不知道在研究什么。哎，我听说啊，专家组从中午到晚上都没去过食堂，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。这么忙吗？有咱们忙吗？哎，干嘛？这些苹果大枣全部充公。我留点行不行？什么留点？家里还有没有？都拿过来。你看啊，我从中午到现在说了2次了，他们谁都不听我的呀。这样的身体可受不了。厂长出来了，怎么样？专家们吃了吗？就拿了几个馒头，这些一口都没动。不是，这怎么连饭都不吃了呢？这样，今晚食堂留人值班，一旦专家们要吃饭，马上扔饭。好，听见了吗？快去吧。师傅们，谢谢了啊，谢谢。楚工，哟，
红梅同志，怎么韩厂长、陆秘书你们今天都在啊？因为这些专家从中午到现在什么都没吃，饭都热2遍了，又凉了。有这事儿？再怎么样也不能不吃饭啊！他们心里急呀，这关系到水利工程下一步的方向问题，很重要的。红梅啊，你们这是？啊，我们拿了些苹果大枣，怕大家饿了也好垫垫肚子。红梅啊，你倒是提醒我了。陆成，厂里干部职工看有什么有营养的、不用加热的小零食什么的都拿出来。计算上的事儿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但这方面我们不能掉链子。好，我这就去。韩厂长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主公啊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来，韩厂长，这里有几处。来，同志们，暂停一下。同志们，你们辛苦了，你们让大家看到了你们的干劲。我想，有这种干劲儿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今天啊，韩厂长和专项组的同志们带了慰问品来慰问大家。哎，同志们，你们知道这些慰问品都是从哪儿来的吗？是我们厂的广大干部职工，把家里头啊舍不得吃最好的东西，毫无保留的都拿出来带给我们。这不仅体现了我们厂广大干部职工对我们的深情厚谊，更是对我们的鞭策和鼓励。对此啊，我们对厂里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感谢。来，韩厂长，给我们说2句，给大家鼓鼓劲儿，加油。好，欢迎各位专家们，你们辛苦了。科学上的事儿呢，我没有发言权，但怎么能给你们这些宝贵的专家们提供最好的后勤保障，这个我有发言权。大家这些天的挑灯夜战，甚至是废寝忘食，我们是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啊。这些个小零食呢，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，但代表我们厂干部职工对专家们的一片心、一片情啊！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，而伟大的精神就会造就伟大的事业。我相信，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就会拥有我们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潜艇。来，媳妇儿，辛苦啊！大家辛苦啊！来一个，谢谢。来，谢谢啊！谢谢领导。丹阳，吃个苹果。好。哎，我先不吃了，我先把手头工作做完。吓我一跳。先给你放这儿了。你来干嘛啊，我来跟大家给你们送点慰问品。啊，谢谢。算这么一大桌子？多吗？还不到一半呢。不跟大家一块儿算？啊，多了，张安姐。对，该你这样，一会儿咱对一下那个数学题。现在那没事，真是安静。啊，不打扰了。行。来，哎，给你一个。哎，有了，谢谢。对。你怎么来了？一夜没睡吧？你不也一晚上没睡吗？我劝你呢，还是不要有压力，因为你根本没有必要固执己见。毕竟在这一方面，我比你专业。我不在乎输赢，我只看重数据。
至少算到现在，我的方向是正确的。你也不要太过自信，也许从根上，你的方向就错了呢。你还真是说到本质上了。正是因为我不懂潜艇，我的方向才是从根上开始的，所以我才这样自信。难得咱们俩都这么有自信。自从我搞研究以来，从来就没有错过，更没有放弃过。希望你这次不要说得太早。好，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哎，待会儿后院床单别忘收了啊。好，马上去。美璇，好，3楼病房床单要换啊。好，你跟他一起去吧。啊，好的。小赵，来，咱俩看一下这个药，来盯一下，这都对好了啊。哦，好。倩倩，哎，2楼病房你需要盯一下药啊。去吧。好嘞。这个千万别嘱咐错了啊。来，盯一下。哎，咱俩对一下这个吧。白慧，有事吗？忙吗？我想跟你说点心里话。好啊。来，大家看一下黑板。这个是季丹阳同志和贺希文同志2个人努力的结果。贺希文同志呢，是认为这个潜航稳定器是有精简压缩的可能性的，虽然技术上还有攻关，但是已经具备了可操作的范围。季丹阳，他认为这个设备对潜艇的稳定不是唯一的可能，2个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，但是这2个方案就是2条道路，怎么走？我看这样吧，咱们各位论证一下。我同意希文，已经有的资料，我们何必要再走弯路？我也同意希文的观点。我同意丹阳的观点，我们是在研究潜艇的各种可能性，而不是在制造潜艇。我是一直都不同意季丹阳的观点。假设我们把这个问题无限放大来看，如果我们没有潜航稳定器，我们潜艇的大小、武器和动力全都会受到限制。那我们造它来干嘛呢？而且，如果连稳定都保证不了的话，咱们还谈什么海中作战啊？看来大多数的同志都同意贺希文专家的观点。要不咱们这样吧，民主决策，大家举手表决。曙光，在表决之前，我能说2句吗？你说。刚刚大家在讨论的时候，我一直在聆听，也在思考。无论稳定器是多么的重要，我们都要立足于水滴工程的初衷。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向国家拿出潜艇的可行性和理论基础报告。取消稳定仪确实可以给我们节省很大的人力物力，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朝着新方向走下去。我在季丹阳的方案中看到了可行性。我宣布，放弃我的观点，支持季丹阳。这是我搞科研以来第一次宣布失败的结果。科学实验就是在不断的尝试之后总结出答案，你不要太介意。你是对的，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。之前我太钻牛角尖了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
何主任，这看来在咱们护士站啊，白慧同志还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那好，那我就再宣布一遍：经厂医院领导商定，报厂领导批准决定，任命白慧同志为厂医院2区护士长。好！恭喜你，白护士长！恭喜你，护士长！恭喜你，恭喜！我想推荐你当护士长。我要是让洛珊珊当了护士长，她不得把我吃了？白慧，你行。可是我怕在那么多老护士眼里，我难以服众啊。有我给你撑腰，谁敢说个不字啊？白慧，这个护士长一定得你来当。姐去做工作。不过有一点，等你当上护士长以后，不许跟我翻旧账。张玲姐，我怎么可能跟你翻旧账呀？我也不是那样的人。而且张玲姐，在我眼里，你业务能力那么强，一直都是我学习的榜样。不管我当没当上这个护士长，今后我都要跟姐姐多多学习。白慧，其实我很欣赏你。谢谢姐姐。下面咱们让白慧护士长给我们讲几句吧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首先，我要感谢组织，感谢领导的信任，我一定会做好本职工作。再就是，我要感谢张玲姐，恭喜你，白慧。是张玲姐高风亮节，主动把这个位置让给我。今后，我一定会跟大家一起努力，让咱们2区护士站成为全院最好的护士站。哎，小慧，嘿嘿，回来了。爸，哎，跟你说个事儿。说。护士长选出来了。谁当选了？你猜？我猜不出来。真选你了？什么叫真选你了？你不希望我选上啊？不，你就希望你女儿一辈子没出息，是不是啊？做饭去了。嘿，你瞧瞧，生气了吗？这还叫？请问白护士长在家吗？嗯，你是哪位啊？哎，您是白大夫吧？啊，我是。陆秘书。嗯，你怎么来了？小慧，啊，爸，这位是我们厂办的陆厂陆秘书。哦，厂里的领导啊，这么年轻，快进屋坐。哎，不用，我就顺道来看看白慧，再来看看您。您在我们厂可出了名了，悬壶济世，一代名医啊！哎呦，这个不敢当的。快坐。我跟陆成再说点事儿，一会儿回来做饭。陆秘书，跟我来一下。哎，快！哎。陆秘书，你来我家干什么？道门道喜啊！恭喜你当上护士长。就是个护士长，有什么好恭喜的？你快回去吧，让别人看见不好。哎，白慧，这个给叔叔。你这是干嘛？毕竟是第一次到你们家，总不能空着手吧？哎，就收下吧。我不能收。还有啊，陆秘书，你以后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，你不用专程跑来我家的，我们有事单位说就好。就是有些事情不能在单位说，所以才来家里找你的。白慧，我想跟你表达，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觉得你身上有一股魔力。别说了，陆秘书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我上次收下你的护手霜，是因为我觉得你因为我挨了厂长的批评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如果你要是误会的话，
我们俩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。哎，别！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们是朋友，而且是最好的朋友。以后工作当中有要帮忙的地方，你就尽管说，不管公事还是私事，我全力以赴。你的心意我领了。那既然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就一起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，咱们比积极，比干劲儿，相互促进，共同努力。好，没问题。其实有的时候，我看见你忘我的工作状态，还挺让人钦佩的。真的，你都看到了，太好了。那我们以后就互相促进，互相进步。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可以及时的告诉我，帮助我吗？哦，对了，我差点都忘了，这个送给你。哦不，帮我提点一下。我又不懂诗歌，给你找错人了。白慧，我相信这些诗，只有你能看得懂。哎，小慧，陆秘书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知道呀？小慧，当爸爸看不出来呀？人家那是在追求你。你年龄也不小了，对身边这些好青年也要多留意。趁着爸爸这还在，可以帮你把把关嘛。爸，你说的什么话呀？哎呀，小慧啊，哎呀，爸爸现在呀，就是年纪大了，总希望自己的女儿啊，能有一个更好的归宿。爸爸是经历过那个战火年代的，但是你没有啊。现在啊，你呀，这是爸爸唯一的牵挂。你要能有一个安安稳稳的生活，爸爸将来也就可以闭眼了。爸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什么也没有。哎，庞公安怎么最近不来找你了？可能他忙。哎呀，你们这个厂子也是够怪的啊！从这个专家来了以后啊，一桩怪事接着一桩怪事啊！我看呐，这卢门是快起风浪了。爸，你净说笑。卢门是山区，哪来的风浪啊？行了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好。对了，我看你屋里那么多书，都是图书馆的吧？你翻我抽屉啊，爸。我这不找方子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不看，赶快给人家还了。我知道。我做饭去了。
的密码依然能看得懂，可见你鬼枭的心还在党国。白大夫，请坐吧。你是谁？你不是一直想见我吗？怎么，我主动约见你，却迟迟不肯来？报出你的编号、代号。72号雪狼。你的上线雪豹编号75，你鬼枭的编号303。即便如此，你让我怎么确认你就是我要找的雪狼？小灰楼发生的那些事儿，你还记得吧？我越过雪豹，直接跟你联系过。是你杀的叛徒庞世钊？他不是叛徒，他是共产党的卧底。你这种安排倒是挺别致。现在你可以确定我的身份了，但是我要的是面见，不是打电话。你怎么知道我不在这儿？别四处看了，我就在这儿。你拿什么让我相信9年前你也不曾面对我？都是自己人。雪狼难道就这么怕见光吗？这样才能让你记忆深刻。虽然你是雪豹的人，但记住，你的级别比我低。我是磐石行动的最高指挥，你鬼枭竟然不服从我的命令！大家在一起都装死9年了，还谈什么级别？我倒是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我对你的磐石行动不感兴趣。如果你非要拉我下场，那就拿出你的诚意来。但是如果你再敢拿我的女儿来威胁我，你小心，我们鱼死网破。你敢威胁我？都是一样的，谁怕谁呀？听着，如果你不服从我的命令，你和你女儿都不会有好下场。好啊，那我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，我不是吃素的。我很想知道你真实的身份，为你女儿考虑，你必须效忠党国。小慧，小慧。小慧，勇敢的理由，在你的眼眸，
相守。无论去哪，结伴出发，执着以沉默表达。汇聚成铁流，献功夫同舟，青春中化成星斗，温暖在心头。那片静悄的山崖，长满了白花，管它雨雪和风沙。